请咱来看海德堡遥理问答第9部第5页。问题33安尼讲：既然咱也是上帝的儿女，啥事以奉称作上帝的独生囝呢？回答讲：因为只有基督才是上帝永远本来的囝，咱却是因为伊的缘故，靠着恩典，借着基督受接纳做上帝的儿女。问题34：你啥事称伊做咱的主？回答讲：因为伊毋是用金银，伊毋是用金也是银，伊是用伊的宝血，将咱的身躯甲灵魂对罪恶甲魔鬼一切关系中间，把咱买赎拯救出来，叫咱归属伫伊，做伊家己的产业。咱三角祈祷。拜上帝，阮求你的圣神来带阮入伫真理，因为这是阮要来认捌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，是阮的主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甲聪明，会当来认捌真理。求圣神带阮入伫真理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伫顶礼拜2个主日讲到耶稣的名，耶稣这个名，甲基督这个职务的名，所以耶稣是基督。好，伊这位伟大弥赛亚，咱已经讲过啊。咱今仔日咱要来特别来探讨耶稣另外两种职务的职务，其实是伊的身份啦。这叫做耶稣是独一的圣囝，独一的囝。耶稣是主，这两项。这个当时要称呼耶稣做独生囝，真侪人无法度通接纳，讲咱拢偏偏是上帝的囝，是怎样耶稣就是独生囝？咱煞袂输是细也生的，也是迄新妇仔嚟，也是迄互人养的，所以真侪人真不服。讲是啊，耶稣是独生囝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讲。耶稣啥时候称作主？称作主，这个个别伫迄当初罗马帝国的时阵，非常惊吓。安怎讲呢？因为所有罗马帝国人呐，见面的是讲啥？讲凯撒是主，凯撒是主。独独基督徒讲毋是，是耶稣基督是主。主的意思，迄个希腊文叫。Kurios 其实意思就是神明啦。台湾人讲我的神明是我的主公啦，这主公。罗马帝国谁拢甲咱神明呢？因认为因的皇帝，罗马称呼皇帝叫做该撒啦。吼，那上尾迄个埃及人称呼因的皇帝叫啥？叫法老啦。日本人称呼因的皇帝叫做天皇啦，日本天皇啦，吼。所以无共款的中国文化称呼天皇叫做啥？称呼皇帝叫啥？叫天主啊！好，天主 ，Son of Heaven。罗马因称呼因的该撒叫做 Kurios。所以当初耶稣基督的信徒称呼耶稣基督是伊的 Kurios。哇！这罗马帝国挡袂牢啦！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拢掠去啥？掠去等落西仔坑，掠去互点做灯火。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了解，讲到底是安怎信耶稣的人，要个别这两项呢？这两项互人骗想，互人看轻，佫互人迫害，佫互人吞打。是安怎基督徒较要安尼做呢？来，咱来了解来。第一，咱来看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。这个问题33就讲啥事，咱这人拢是上帝的儿女，是要特别甲咱耶稣奉讲伊是上帝的独生囝。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要来澄清讲吼，咱伫这个爸上帝、囝上帝，甲咱这做上帝儿女的人，咱中间有啥物正确的关系？咱伫这个上帝的家人要安怎来
人物，所以这个定称这个观念是真重要。咱拢是上帝家人的成员，所以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主。耶稣基督甲咱的关系真正密切。耶稣伊称咱做伊的兄弟，伊袂感觉见笑。所以但是咱甲伊的中间有真大差别。咱来先来了解，第一，耶稣基督是上帝。拄咱所启用的经文内底真多，圣经启示讲耶稣伊本身就是上帝，伊有上帝的形象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，意思讲伊伫创造宇宙万物进前，伊就是用上帝的身份存在。伊有上帝的荣光甲权柄，伊伫永远到永远，伊甲上帝做伙徛起，伫上帝的怀中。伊为上帝出，佮归于上帝，所以咱拄仔伫迄个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就是讲这个代志。耶稣基督伊甲上帝做伙创造宇宙万物，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，哥罗西书第1章第5节，上帝毋但仅叫含验爸上帝做伙创造宇宙万物，伊嘛甲爸上帝做伙托住。就是讲管理这宇宙万物，伊嘛是甲上帝做伙拯救救赎伊的宝百姓。上帝计划救赎的计划，耶稣基督亲身对天顶来到世间，为咱的罪来死，伊来执行上帝拯救的计划。所以耶稣对世人中过活了后，伊佫倒转去到还未有世界进前。伊甲上帝做伙享受的荣光，这是约翰福音17章第5节。所以这圣经拢解释讲，伊迄个启示录讲，伊是阿拉法，伊是欧米伽。阿拉法、欧米伽是希腊文的第一字甲上尾字，意思讲全世界的源起头，就是耶稣所创造的。全世界了后结束，也是耶稣来审判的。所以耶稣是创造主，是管理主。伊嘛是审判主，所以伫迄个尼盖亚圣经讲，伊是出自上帝出来的上帝，是出自真神出来的真神。伊是受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伊甲爸一体，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，这是圣经的解释。第二，咱了解讲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这个基督是上帝的囝较好信，耶稣是上帝的囝较歹信。安怎讲？因为耶稣迄当时，咱有讲过，伊迄当时的名，伫以色列内底，和耶稣人满是啊。因为伊的旧约的名叫约书亚嘛。现在这拿撒勒的耶稣要互称作上帝的囝，这是伫耶稣伊受洗礼的时阵，耶稣受洗礼受洗伊受洗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天父上帝讲，这是我所喜爱的囝儿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欢喜的。所以耶稣伫迄个山顶，伊变伊的面貌的时阵，上帝嘛安尼讲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伊佫家己讲，恁着我听伊。这伫马太福音17章第5节。所以使徒保罗伊就用诗篇第6篇，诗篇第2篇，讲迄个话来引导耶稣基督的身手呢。迄个诗篇第2篇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生你。这是伫迄个旧约的时阵，这个旧约的君王，伊若要就任的时阵，迄个先知来抹油我咱头壳。先知就讲啥？讲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生你。即个意思讲，这个君王是为上帝来受任的，伊敢若是上帝的囝来到咱的中间来掌权的意思啊。这个保罗是用这个上帝的囝来引致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伊家己无宣告讲伊是上帝的囝，但是咧，耶稣的生活、伊的讲道、伊的行道，互人来看的时阵，人来做啥？迄当时彼得就宣告讲：你是基督，是因我上帝的囝。这伫马太福音第16章17节讲宣告。耶稣基督伊对听的是讲啥？讲西门8
约拿，你是有福气的。讲西门伯约拿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你所宣讲的，毋是出自你，是我爸上帝启示你的。甚至耶稣往顶十字架的时阵，遐台顶十字架迄个罗马八府长讲啥？讲这个人是上帝的囝，可见圣经做见证，耶稣基督伊做上帝的囝，有天父来吸引，来亲自宣告2摆，嘛有彼得互上帝感动启示，讲你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咱了解耶稣是上帝，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咱第项就讲，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。独生囝就是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。独生囝，这个 begotten 是过去的分词，就是受生的对生的。啊，这个意思讲，耶稣是对囡仔是对老爸来生的，所以有老爸的个性，甲老爸的本质。所以三人生三人，毋是无讲着老母啦，这是犹太人特别讲法啦。特别讲法，主耶稣基督甲咱的出世无共，咱的出世就是咱的人生的存在是为出世迄天开始。但是耶稣基督咧，伊是永远到永远，伊着对上帝来生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阵，伊毋是伊迄个时阵才存在啦，毋是。伊伫未出世做人的时阵，伊永远就存在啊。所以这基督教甲所有的宗教无共啊。咱基督教无即个前世，只有即世甲来世，咱无前世啊，无前世。啊，即个佛教甲即个几啊个即个佛教、甲道教、甲印度教，拢有迄个三世因果。前世因就是今世果。今世因就是后世果，啊！但是咱基督徒只有今世甲后世，咱无迄个前世。啊，耶稣基督伊有前世，耶稣基督伊未出世做人进前，伊对永远到永远就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圣经每一摆讲到上帝的囝，就是特别指明耶稣基督是独生囝。耶稣基督是独生囝，所以这个和咱无共。啊，第二项咱要来讲，啊，若耶稣是上帝独生囝，啊，咱呢？咱是互上帝接纳，成做上帝的正儿女，正儿女。这个耶稣基督是本来就是上帝独生囝，啊，咱是受接纳，无共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永远的囝，是上帝本来的囝，除了以外。无人会当享受即种的身份，伊是独一的。啊，咱会奉称作上帝的儿女，这是因为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互上帝接纳。好来，咱先来了解，咱甲上帝独生囝无共的所在是啥？咱拄啊伫罗马书第8章14节讲，既然互上帝的神所引出来的，就是上帝的囝。信徒甲基督拢是上帝的囝。啊，有啥物差别呢？有真侪差别。咱拄啊，迄即本问答有讲过啊。咱即摆来了解来，意思就讲，咱遮个人，咱本来毋是上帝的囝，咱本来毋是，咱伫迄个罗马，伫以弗所书第12章讲，咱本来是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讲犹太人以外人啊。吼，外邦人，咱是背逆的人，咱是局外的人。保罗讲，咱甲基督无关系。甲以色列的国民嘛无关系，所以咱是上帝所厌恶的约的以外，即局外人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互咱这人本来是伫败坏的阵营，咱是属伫迄个罪恶、死亡甲败坏的阵营，是魔鬼处理的人。咱照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咱对魔鬼来脱离。爸囝关系，上帝成做咱的爸，咱较早是认魔鬼做爸，即嘛是认上帝做爸，所以咱会成做上帝儿女，即成做上帝家的人，会得到甲上帝亲生的囝同款的待遇、同款的权利、甲同款的特权。这个上明显就是我
我较早信一贯道，阮小弟伫遐笑，讲你信一贯道，一贯道，一贯就道，我是三顿教，你一贯就到啊。阮小弟讲我你这无效，你一贯就到啊。我讲我一贯道就一贯就到啊。我较早信一贯道是，我有一个亲族，迄个亲族伊不知入伫道林真深，因为伊是做一贯道的单主，因兜有单，伊嘛做一贯道的点传师，点传师就是因讲经理啊，所以伊嘛会晓开刷，爱开刷的时候，开刷就是迄个电管用刷啊，安尼吼。踮咧刷顶管写字，伊嘛搁捌叫迄个三才囡仔，天才、地才、人才，叫迄个天才来复兴，啥来复兴敢知？我家己的阿公来复兴。阮老爸16岁，阮阿公就死啊。阮老爸20岁才娶某，21岁才生我，所以我绝对我毋捌看过阮阿公。阮阿公嘛毋捌我，但是阮阿公来复兴的时阵，伊专写啥呢？写即个签诗。写这个诗啦，诗文，写啥你知无？写阮兜这8兄弟拢总17个，阮这8兄弟17个啦。阮公是生5个囝，留3个尔。阮大伯、二伯敢拢总生17个，哇，趣味呢！所有的人的名拢写落。因为阮大伯加阮老爸22岁啦，所以不知大，所以我遐这8个兄哥，其实这8个姐啊，比阮。这辈子啊，比阮老爸较侪岁啦。因咧写的时，拢写，独独无写着我的名，真趣味啊！无阮老爸，阮迄个亲戚就问讲，是哪个无写着客方啊？就讲无写着我的啊，对不对？无写着我的，迄个天才囡仔就安尼，妈写的时讲这个囡仔介可怜啊！我遮无伊的资料，伊有耶稣做囝，讲我迄有耶稣做囝，所以伊找无我的资料啦。这有啥意思？就拄咱的哥罗西书讲的啦，讲啥呢？咱遮的人啊，信耶稣的时阵是啥？是对魔鬼的国度，互上帝咱牵刷进入上帝所疼的囝的国。所以意思讲，我的户口吼，无搁再伫迄个魔鬼迄边啊啦，找无啦，我户口选走啦，写一个起来讲啥？这迁走啊，迄个耶稣迁走啊，我无这资料咯。因这通灵的人，出来讲这个话啊，真趣味。我迄张无来留咧，足无彩，我应该来留咧。迄留咧，做我的见证。我咧讲这是阮老爸讲，你创啥啦？收倒去，都无好看。我那个无我的名啦，这安尼来。所以这是真正的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是对魔鬼撒旦。败坏的国、罪恶的国，迄互上帝牵刷，真做上帝的儿女。哇，这真大的恩典。所以阮原本毋是，即嘛是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咱互上帝收养做伊的儿女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啥物意思呢？意思就讲，咱的始祖亚当，伊伫龙园本来是上帝的囝，因为伊对了，所以认魔鬼做爸。伊对魔鬼即个伊个耳孔紧搭甲伊尿尿讲，伊全选对伊行，咱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咱所作为的，咱所做甲所行搭的，拢总含亚当相共。即个魔鬼只有干那要咱毁坏，要咱毁灭。咱怎样有可能个会重新互上帝来收养呢？来收养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囝。伊愿意离开天顶伊的家，来降世做人，死伫罪人的地位。所以伊来为咱来死，所以咱毋是凭着咱的功德，毋是咱做功德，做甲讲互上帝抵毋着，互上帝安尼看甲安尼会吓，毋是，是上帝看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的功德，所以伊接纳咱是照着耶稣基督。救赎的大工程，咱能进入上帝的家，这个家无搁再用死亡、用毁灭来威胁咱，是用上帝的救恩、伊的宽赦、伊的活命，甲伊的祝福。所以，
咱这魔鬼的儿女，搁再变做上帝的儿女。这拄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讲的。所以咱家己无法度变做讲啥，去答上帝讲上帝啊，我要做你的囝啊，无咱无法度，因为这毋是安尼，咱这对落的人，互罪来压制，所以咱拢应该死的。但是照着上帝的旨意，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依然买咱做买咱。啊，较早的人咧买炉材吼，买炉材，罗马时代咧买炉材是用金，啊无咧用银。看你这个人，体格好，看偌济，安尼收。啊，看这查某囡仔，水，看教偌济安尼，拢是安尼。但是耶稣基督伊收咱做上帝的囝，但咱买来的时阵，伊毋是用金，也是银，伊是用伊的宝血，用伊的活命。所以咧，圣经伫加拉太书第4章第5节讲啥？讲咱的地位本来是奴才、罪奴才，咱拢升做上帝的囝儿。变做这个身份真正悬，这是一方面的讲法。但是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啥？讲拄好这是上帝恩典，上帝恩典就是伊备办好势啊。但是咱嘛有责任，若亲像讲上帝带咱备办一个满汉宴席，哇，遮尔切操，吼，遮尔切操，遮尔澎湃。但是咧，伊请咱入道的时阵，咱嘛爱开喙。咱嘛有咱的责任，咱得爱开喙，咱得用手硬来食，对不对？啊，卡着无嘛，咱要摇腹肚，是毋是安尼？用看的袂当腹肚饱嘛。所以拄啊，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啥？讲既若是接纳耶稣基督人，伊就是既若接纳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讲请耶稣基督来住伫我心内即种人，伊就是信耶稣名的人。耶稣的心属因官兵，做上帝的儿女。换一句话讲咱得爱家己拍开咱心门，讲上帝啊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，你愿意收留阮做你的囝儿，当我也愿意拍开我的心门，接入耶稣进入我的心内，互我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安尼来，所以上帝伊若收咱做囝的时阵，咱变做啥？上帝准注重这个恩典，这互咱有一个换新的神，咱内底有一个真正新的新创造的神，咱会当称上帝做爸，甚至称呼伊做我的阿爸爸。所以这个接纳、收纳啊、收养这个物件哦，咱讲哎呀，安尼就感觉歹，这其实哦，好歹是咱对台湾人的经验。咱台湾人若去用养的哦，大部分拢用苦毒啦。对毋对？阮老母就互养的，阮爷嘛互养的，互阮老母的名叫招娣，招娣啦，招小娣啦。啊，第2个来个查某的，哇，袂得啦。第3个查某的，拢一直好啊，招娣、招男、招雄。啊，第4个个查某变绝招，绝招啦，莫去生啊！啊，佮生一个变怎？你毋知阮一个小妹，阮一个姨啊，做啥呢？叫做毋甜啦，不产，莫去甜我。啊，我的外妈做啥呢？好鸡翅啊，鸡翅的啦。哎哟，我实在号这个名下，我对台湾人下，啊，阮整个有蒙腰啊、蒙翅啊、蒙大、蒙翘啊、蒙血啊、蒙老啊，拢蒙的，拢蒙的。啊，这是台湾人吼，对查某囡仔的疼惜啊，真正。伫中国内底吼，你毋知中国阮清政府的时阵吼，天下第一邦是啥邦？就是丐帮啦。去食饭，啊！全中国世界到底拢将真侪迄种气杀的查某囡仔，迄婴仔查某囡仔用气杀。啊，你记袂？较早人讲哦，你毋听话，对查某讲，早就来电死。较早电死查某囡仔无做啦，啊气杀也无做，啊查某袂使啦。所以这个观念，啊，独独台湾人对查某人较疼惜，讲啊蒙腰啊蒙啊腰咧，蒙扣啊蒙啊扣开。蒙血啊，蒙血当厝面；蒙老啊，蒙老咧，以后嫁嫁变别人个，吼是安尼意思。所以咱对这个我的阿姨、阮外妈亲生的，伊所有的亲生的，逐个拢有分财产，阮老母独无。我老母咱足怨叹的，伊拢总无，甚至寒定
拢认为拢无计算。啊，你较早人也无计算，互看袂起，互看衰，搁互看轻啊，互看轻。叫免怎呢？阮老爸就用伊的财产去安化，先互阮老母，较叫老母客倒来，你知意思哦？较早人讲买牛爱坐大地倒啊，有人买牛无钱啦，买牛无钱要啥呢？这月薪就啥呢？杀钱互买牛啦，30万、20万，讲你来杀来阮兜，甲阮添庄，搁客倒倒来，其实是检查出来，咱知这意思哦？所以咱台湾人对这个受封饲的、封养的，拢总看做足衰。较早人讲啥？讲养的讲饲的囥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意思讲养的感情嘛真好，但是无安尼。但是圣经内底讲养的意思是讲，咱甲耶稣基督边得到同款的权利，得到同款的利益，同款的地权，安尼这个意思。所以咱莫讲咱较衰，毋是，是上帝特别恩典。好来，咱看第三，耶稣是咱的主。这耶稣是咱的主，形容耶稣是咱的主是啥物意思？这主的英文叫做 Lord。这个咱知影吼，我顶下讲到耶和华的名原来毋是耶和华，是希伯来文的伊有。希伯来人读着即字的是毋敢读，伊个人毋敢读，因为因知影10条诫第3诫讲毋通滥散称呼耶和华的名，所以毋敢读。因就读做啥？阿多乃就是我的主啦。阿多乃我的主，英文的 Lord。即摆阿多乃 ROI 这3个母音来斗阵伊好有好，变成耶和华是安尼来啦。所以讲耶和华这主的意思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，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甲管理宇宙万物的主，我是自有应有的。这希伯来文的意思。我甲迄落但即个希腊文的主就是罗在主咯，罗在主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主是啥意思？耶稣基督的权柄超过遮个圣经的教士讲啥？耶稣基督因用这主来用伫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基督徒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世间人就笑，你称呼伊做主？哎哟，耶稣用顶是物假？一世人拢失败，对不对？耶稣失败到偌忝，你知无？我有一个亲戚咧算命，讲啥？耶稣老母佮猪著死，这个夭寿死囡仔。夭寿死的，爸母个猪也要死，要夭寿死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耶稣死伫是家的时阵还袂到满35岁，你敢知影？地仙讲几岁死的？元岁几岁死的？35岁死对不对？耶稣也无经过眼主关，中年还袂到到青年就死啊！第三个，耶稣死的是无够，无人来捧斗，够可怜的。耶稣死的时，佮伫是物家用汤马铁，烫了，这够见效的。所以耶稣是安怎是主咧？所以下面顶是袂个讲，你若是主哦，你得愿跳落来，你若跳落来，我就信你，你佮救我。所以，伊一世人互认为耶稣一直是一个失败者，伊根本毋捌试过阳光的滋味。但是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2章讲啥？讲咱看到的耶稣是受苦的耶稣，但是咱无用信心的眼光来看，耶稣基督伊原本是上帝的形象，伊无掠做家己甲上帝平等，无牵调这个关闭，伊甚至无就用这个阳光掠条咧，伊来颠倒放空家己。取着罗卜的形象，所以主耶稣基督伊成做罗卜，伊是伊放弃天顶，做主一切阳光甲伊的主权。伊离开的本位，成做罗卜，甚至伊顺服上帝来降卑伊家己，甘愿死伫十字架顶。虽然所看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、受苦的耶稣，伊是一个真阳光。愿意卑微的，所以圣经个启示讲，耶稣基督对死人中高了上天，坐伫天父上帝的大屏，所以上帝将伊升做至权，佮赏赐伊超过万民的名，
叫一切伫天顶、伫地上、伫地下、地下，拢因为耶稣的名来啥？来归个，称耶稣是主，互荣光归是白上帝。所以，咱要看耶稣基督，毋是看伊受苦迄站，是看伊未来到世间迄荣光迄站，佮看伊到尾受苦了后，对世人中高活上天荣光的主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是主。伊是真正的救主，伊是万有的救主，伊是对安尼来讲，伊就是咱这个救主，道成肉身为咱的死，对死人中活上天到咧白上帝大名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讲啥？讲你的嘴若承认耶稣是主，心内相信上帝叫伊对死人中活，安尼的确会得到救。安了解吼？先互称耶稣做主，就是感觉讲哦，伊是为我来死，伊是我的救主，伊是对死人中国活，伊是我活命的主，伊上天到天顶，伊是审判的主。所以呢，安尼咱变做是伊的奴仆，是伊的奴仆。所以咱基督徒有一个两种真奇妙的身份，一种是上帝的儿女，真正荣光。这是伫世间人的面前，咱真正荣光；但是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是真正谦卑，咱是上帝的奴仆，上帝的奴仆。所以咱基督徒有两种身份，咱真正荣光，啊，佮真正谦卑。啊，这个圣经讲吼，讲这个尊荣是伫谦卑进前，人若谦卑，就愈有尊荣。所以一个人若会当服侍耶稣基督，服侍上帝，认伊做主。哦，咱主做主的萝卜吼，甲世间人的萝卜无共。世间人的萝卜是真刻薄、真虐待、真残酷、剥削，这是世间人安尼。所以我第一摆听即个会馆的工厂哦，血汗工厂啊，会馆工厂，伫咧听你知无？哦，我伫台湾一个医学中心，遐医生讲，阮真正是会馆工厂，会馆工厂。真正会讲工厂，啊，这是世间人对人安尼。但是上帝这上帝萝卜咧，上帝无遐残酷啦，无遐残忍啦，要咱虐待啦，毋是啦。上帝讲，咱若是服侍伊，来就是咱服侍着这世间至微细的人，咱就等于服侍伊。咱若服侍伊的时阵，咱甲耶稣做伙受苦，咱将来甲伊做伙做王。所以，这个耶稣基督自从这个世间这种的价值观念来倒变，变做会服侍人的人，是至荣光的；会服侍这个微细的人，是一个真尊贵的人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医生，啊，因囝，因查囝减到3、4岁啦，因查囝考入东吴的社工系，因老母气到死，老爸气到死，但扯淡的。咱应该着服侍，服侍。啊，你说读迄社工咧服侍人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是咧创啥？你行毋着路去。啊，一直骂到啊，坚持冇读，坚持啊，这个查囡仔一直吼，讲啊，我着信耶稣，啊，信耶稣讲，咱应该着服侍人，啊，来帮助人，来看这个，迄，我歹讲。我这个朋友哦，真趣味啊，因老爸嘛是一直鼓励人出来做上帝的工，讲恁着要做上帝的路用，做上帝的青。咱中间有人有受上帝感动，愿意做上帝的青，要做团队这样请举手，结果因囝举手啊！啊，因囝是伊也是迄个医学的毕业的，举手是讲，我毋是咧叫伊啊。啊，个第二摆个讲的是因囝个举手，我当然用讲的哦。啊，所以这人吼无了解，真正做上帝萝卜是荣光的，因为啥？因为甲上帝做伙同工，做伙受苦，将来甲上帝做伙荣光。所以耶稣大人严讲，若称呼我主啊主的人，袂当进入上帝国。独听基督的话的人，佮遵守的人，较能入去。所以今仔咱信仰个别，就是讲啊，耶稣是主，我是萝卜。耶稣是上帝独生囝，我是上帝正囝儿。耶稣会成做上帝独生囝，这是伊原本有的，
我会诚做上帝的儿女，毋是原本的，毋是应该，是耶稣基督恩典，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所以我用感恩的心，这个阳光来归服上帝。啊，我做上帝，耶稣是主，我是萝卜，我爱甘愿来服侍伊，甘愿欢喜来服侍。我即种的服侍，毋是见笑，我是行踏伫耶稣的背后，我变做一个学习耶稣的人。啊，愈服侍愈阳光，愈服侍上帝看圣经耶稣讲啥讲既然服侍我的人，我要尊重伊，我的爸嘛要尊重伊，对。咱知影耶稣基督是受我的，受我的身份一种是耶稣基督是君王。啊，咱这受我的人，咱是啥？咱是小君王。小君王的身份，甲这世间人无共。世间人认为讲，咱得爱做妈宝啊，这拢莫做啊，食好做辛苦，毋是，是咱愈服侍愈阳光，将来甲上帝做伙，甲伊个囝做伙，诚做。耶稣基督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咱诚做合伊做伙徛起，做伙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做伙来做王，咱三个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毋但接纳阮做你的囝儿，你嘛接纳阮做你的同工。伫这个世间，阮诚做你的手来辅助软弱的人，阮也诚做你的喙来宣讲你的真理，阮也诚做你的心。来听这个世间人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愿意意爱，诚毋但做你的囝儿，阮做你的儿女，阮嘛意爱做你的萝卜来服侍主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